兔仔唔食草咧，好多時都係同牙仔啊，同埋腸道有關嘅，係啦。咁今日我哋就會教大家點樣去到檢查究竟係關牙仔事啊，定腸胃問題，盡快去揾出個病因，然之後對症下藥。咁兔仔如果牙仔過長咧，例如門牙過長嘅話咧，佢咬唔到草咧，有機會會影響食草嘅能力啦。咁甚至乎咧，佢哋裏邊嘅大牙齒過度生長啊、咬合不正啊，或者生牙瘡等等咧，都會導致唔肯食草嘅。腸胃方面咧，有時兔仔佢哋喺換毛季節，譬如春天同埋秋天咧，食多咗毛髮落去身體裏邊，咁會導致到一啲毛球啦。毛球會影響胃部同埋腸道嘅蠕動，影響消化能力，都會減低佢哋食慾嘅。咁甚至乎咧，腸道裏邊佢哋咬咗啲外來物，因為兔仔好中意咬嘢，有啲兔仔中意咬牆紙啊。咬佢哋個籠啊，咬佢哋嘅洗手間啊，咬尿墊啊，咬地氈咧，呢啲外來物入到去咧，影響個消化同埋吸收，都會影響個腸蠕動，繼而咧食嘢都會減少，食草都會唔好咯。其實正常兔兔健康嘅牙齒咧，應該好似呢個 model 咁啦。講門牙先，上下嘅門牙長度咧1:1，上邊幾長，下邊幾長啦。咁同埋最好咧係下門牙係喺上門牙嘅內邊，唔好話咁樣生咗出嚟倒球牙齒啦。呢個就門牙方面嘅。咁大牙方面咧，主人方面就難睇啲啦，因為好多時入到嚟咧，我哋真係要落個牙鏡咧，照入去 check 清楚究竟上下大牙比例會唔會係1:3啊，而個牙冠冇話尖咗或者長咗啦。咁通常如果有病嗰啲先講門牙啦，好多時就會見到過長。甚至乎咧，啲牙生嘅角度咧係向外，好似八字牙咁樣，呢個就門牙主人有機會睇到嘅。如果大牙真係過長嘅話咧，入到嚟我哋 check 到咧，咁好多時啲主人會見佢哋流口水啊，甚至乎如果你摸佢個牙骨咧，有機會摸到兩邊牙骨唔對稱，而佢唔對稱嘅成因咧，有機會係可能牙根倒生，甚至乎生咗牙瘡。咁呢啲都係牙齒方面主人可以多加留意嘅地方嘅。長期唔食草嘅話咧，啲牙齒唔能夠得到正常嘅打磨，咁啲牙會過度生長啦。咁亦都咧有一個潛質就係牙齒過度生長咧，牙根可能倒生。當牙根倒生嘅時候咧，兔仔有機會生 abscess 牙瘡。咁牙瘡咧係因為有細菌積聚咗喺嗰個牙根或者牙骨位置而導致一啲病嚟嘅。咁好不幸，兔仔嘅膿咧，佢啲膿瘡咧係好結嘅，唔係話好似貓仔狗仔嗰啲咁簡單，普通食下藥處理到，好多時真係要透過手術。而做手術之前咧，有機會會進行 CT scan 電腦掃描 check 清楚究竟係邊一隻牙、邊度嘅牙骨出現咗問題。而牙瘡如果唔理佢咧，佢會進一步蠶食佢前後左右嘅牙齒啦，影響牙骨啦，甚至乎裏邊嘅膿啊或者毒素咧有可能會入血，導致一個 sepsis。敗血嘅情況嘅，係啦，咁唔食草亦都除咗影響牙仔之外咧，都可能會影響兔仔個腸胃，咁令到佢唔能夠正常咁進行蠕動啦，好容易會出現腸停啊、脹氣啊，又或者會影響咗盲腸裏邊個細菌平衡，導致細菌失衡，有機會咧出現肚屙或者腸中毒嘅一啲後遺症同併發症嘅。其實要一隻兔仔健康咧，最緊要係飲食，最緊要係俾佢食 First Cut 嘅 Timothy T 草、提摩西嘅乾草，因為食呢個乾草咧可以 make sure 牙仔得到正確嘅打磨啦，唔會牙齒過度生長啦，亦都令到佢個腸道會健康啲。係啦，咁所以日後大家多加留意自己兔仔食嘅乾草食得夠唔夠多啦。咁如果對你嘅兔仔或者其他兔仔嘅疾病方面有其他疑問，可以喺以下留言，我哋喺下一段嘅片段可以再作解答嘅。